谈艺术的窗口，评谈知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名家名片来赏析，每逢追么西山逢，书迷朋友大家好。欣赏评谈艺术，观众朋友呢，并不只欣赏演员的说学弹唱演哈，更欣赏演员自身的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台风。其实呢，这种气质也是一种艺术的体现，所以呢，同样吸引观众的目光。王来呢讲得非常的有道理。大家可以仔细的想一想，凡是艺术大家，里头不光光有具个性的艺术特点特质表现，同样还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形象。比方讲，台视三百年设定先生，大家让欣赏你的年派艺术，同时呢还赞美你的艺术家的风度。另外呢，还有位台视艺术家张玉瑞先生，也是啥讲，你非但诗说得好，唱得好，同时你的台风、你的气质。请的是无数的欣赏者。没错，那比方蒋月泉先生就非常注重自己的举止仪表哈。他出场的时候，每走一步，或坐或立都很有讲究。对。那每次演出的服饰啊，是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都与众不同。所以呢，欣赏者在欣赏他的艺术的同时呢，也在欣赏他这种艺术家的一种气质和风采。一点不错。那么呢，各位我讲名师出高徒。那是自家个讲究自家个因为仪表台风气质。那么你个学生子呢，王伯英还是这样的。王伯英先生一生十分注意自家个艺术形象，一个让评弹家当中是有口加白的。是啊，在好多次和王伯英老师接触的过程当中哈，我们发现尽管他已年事已高了呢，但他给我们的印象是相当的儒雅，又很有海派的风头，在舞台上依然是很有风采。王先生，没错没错。那么王伯英呢是到这样乐先生合唱乐声定的，其中呢，文水咏桂是王老师比较欢喜的一位诗，他就是讲。文水辣辣外头打嘴巴，咏桂鼓励。那么来到金府，马上呢也看见你个心上人放来。这个故事主要讲是两个年轻人的青春的愉悦心情，但是分开之后的思念心意。可见王伯英先生呢，搭理个黄金搭档高美玲，即使呢是年纪大着，但是还能够以年轻人的心情去适合的一回事，还是不同凡响的。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王伯英、高美玲弹唱的《玉蜻蜓》选回文轩荣归。今朝吹进特别气质，要进到外头，bod里向嘛把下两只杯子，加下茶叶，是开开，冲了2杯茶呢，要送茶的呀。你要高兴要追落是分动呀，这个男人拿鸡巴带去当蛋黄呀，当派茶这叫。我讲，看着吧。是蛋黄里面我要派茶不你吃啦。刚好出来我要把酒水。我讲等会儿。你那想得出，这蛋黄里哪会得派茶不你吃？怎么说人家？我对问你啊。听你认得。哦，我认得啦。非得你认得了。你到里面也好。说人家。非得你到也好了。我讲你到大街上别你同意了噻。no 人家。no。啥个 no，俺俩还听着 no。咦，你到我这来上？啥人来？文水兄弟走来的。文水兄弟走来噻。你俺认得了？认得哇。也好了。那也好呀。大街上弄你同意了？那位置看见你可难了，上大街上非你同意呀。你个上来都是头。我又不是来看中你，我晓得你看你可难不努力同意。你又是骗子是行情啊，我反而要起疑心了。你都从你两个。也喜欢的，那出几班了孩子哈，哎呀，还听着。大概累哟，跟男人出来爱的啥？人家听起子难听了。当白累的。文水兄弟走。文水兄弟走来。你在那上老虎帮人家的。你哪帮子人家已经不问人家帮人家。你在不帮人家噻？我不帮人家噻。那么这点啥的？金山为出将。那到底文水兄弟了。年纪轻，威动南京。是吧？帮不人家嘛，总归不是事体。还是自家做生意吧。那么金山上出将，毛么谁的阿玲的家？那好不，我要吃次人参当你来说。出题啦！那我这金山上出将说的。你啷说金山上出将呀？金山为出将做只官在。做只官长。才不懂。哎呦，那么几品家？
3品几级。哎呦，可是不懂啥个？要几品么多？总是几品么大在？问多娘的了，来到屁股上拼了越多越好，做苦拼也越少越好。啊，做苦拼呀越少越好。哎，越少越好。这样呢，一品不品我也好啊。你不光等个我来是，哎，这3品蛮多的，1品当然水香，3品啥都不太对。哦，3品没得在，没得是没得。那看，哎，我在想的这个人哪里走？啥人？咦，娘娘身边这个方莲方姑娘啊！你到女人中间想到女人。哎呀，你的本是个离婚夫妻哇！对不？都要听娘娘做主的。啊。哎。哦，方姑娘好。是吧？这辰光浙江省刘东人沈君清，哎，那里做美人，哎，也努力配不了顺方，在山边上分路，居然这样想，这两上海话硬的，我本家里人，哎，是本家里居，是吧？不要等到本溪走，哎，你来把你等走了，等得走，本溪3品大老爷，你是3品夫人，是吧？18厅啊，没错，跟你讲，边牙不落，哎，是吧？该打茶厅老乡，王女天本溪代代刚刚。那么先摆个规矩，先要门门安。那么皇帝还觉得奇怪了，像本溪从里出奇人，王一个司机的问题，哪会得去上船上当仗了？这次过了回出来，衙门门口，进门本老爷，出门之前怎样高发？倒要亲近。是。分析了做女的事，应该解释给你听听。当初李馆长哦，36只最为上涨，我是有今朝这样一年，恩不大人是，要皇告禀。倒要亲近。喏。王人呐，宝宝，是你叫上我去，不是王几个来的我。哦。四方神这是点啊，空来不是公马色，这出兵书爱中随时大人接我去，松江表里去当差，虽为2年6月3。
主将明王送，给我为西风把对山给开，杀得那欧奴大卫到身去。最艰难也，梦生安下当为财后，记主神即家族为爱，真是为了娶亲娘娘真。哦，牛来是，是。王定听你讲得蛮详细，出自金家的一门啊，一直的让心动呀。谁要寻得真理相配，路浪向大堆白费嘛，才用光，谁知风雨，大经理嘛，平到桌上嘛，真的叫平平相比。隐居这个老板还是受经验，他向女工这么的美语遮应啊，防卫的分门的时候，为亲自郎中打理服药的儿，你过到衣服口，被人家谁也分经济呀，还是了，跟我们人家的土夸的是，预备死他拉倒嘛，把他兵部府里向老中不叫亡人，那么谁？努力最大兵部府服侍皇帝个劳动人，后续的居日上周然当仗，杀退活动嘛，现在晋升为水平出将。那么皇帝还要讲给你听，是来这次以后，娘娘是违心主义，晓得是来德国上东鲁王，四面派人来行内嘛。你就离开是受罪，这个真正的俺讲起来，隐居的当时本身了，当时让外出来听着甚至一个世纪中人，现在呢就是不外出来的在行的，恭喜本大位，恭喜本大位。哦，有来是。本谁听到个两三话，心里靠，娘娘写的这种欲望哦。那么今朝到里向去问娘娘，她为何场毛说问题？娘娘不会留那个。第一桩心是多人想了第二桩，离婚期放来，不是安家男人了。那么，神明上把门的有点难为人的，你懂哪这么意思？恩不大人，娘娘也想好，知某身体上好。娘娘身旁，这辈姊妹们身子都好。这个，跟哪里在你妈妈来，跟门后的门都没得的啊！问娘娘身体呢，这个是应该。理由来问娘娘身不比白，而且要妹子身体也谁好了还。跟那大夫们女装想，谁后来他身体嘛？可少听门员们都让他得的。啊，懂。对里口口不认识他不会那啥子，那是这样这个方来了，是吧？那，那么我来欧那个心，文老爷，恩不大人，不要是娘娘身旁出陪，姊妹们身体都好。随着方姑娘，她的身体倒最好。对我的妈妈没有别抵触，哎呀，难为人家。恩不大人，想要光要去金娘娘，为尊娘娘可容几分？那与不坚持离情上来，王令处处受了。遇了，好事。王令要进到里下来禀娘娘，进中门大房厅提前抬起头来一口没，来不好。这口气放来替娘娘两家的面对面就说说好了还有，因为王令老古板，
想放了啊，那这个暑假赢不起。娘娘稍微得宠之地嘞，现在弄得规矩啊，不是。没有啥个资格到娘娘面对面15年。随随今在娘娘期间啊，一般呢还得找不急，那只能够立了浪上，那不资格15年，是按方式，来不考，不晓得哪里也不考，方来不错的，你那做啥？你让替娘娘做一代正定，正女派，不让做班子。做帮子不要手定是定定心心，那么娘娘通常靠背大理门的让口里走，所以不能够刮风来。王爷正打上来嘛，啊，恭喜大娘娘，贺喜翻过5年啊！呀，翠，我来对王的妈妈老头子，我的娘娘拿这张戏子，说面孔长我都神的。娘娘不懂，在王的妈妈吃饭吃走他了孩子，那恭喜我就是你，跟我打理的是会得这一张。王的儿去谋，西送后来，大一声忙孙继龙儿分袖他进回来了。金州娘娘一听，分析出来。啥提供希望？你从你不如开得去，今家这个99人去而复返，恭喜上东家，跟那后续的啥意思？但是，王爷本身到方来，你都是未婚夫妻了还有？老想得到，是为后续上的李由来娘娘门个上的声响发出来的，他的金环时候。金黄啊，大不相容。你退红楼玉空，金色为3品裁缝，你在沙厅之上，要去金娘娘请追谋定的。金州娘娘哦一声，想我女人事业不周，那么我这不能这得一套，可没去想。王里老公的，但已经敢想了让水战，那个3品头老呀，但已经敢想了让水做失望。说了边上想陪我做班子3品夫人，我一个水的高山还是无理不落来。要男人来让外头睡觉，春天跟我为睡在高山，男人一定找山上两都门里的睡在高山那个，还是这不出对头。对方来后口嘛，阿哥上你个夫妻比我好，娘娘最心惊了。要想睡上方来啊，那夫妻呀，一最心惊，开口就错，在这里来。一些还方来，方是分出去来到谁所指出来的？那么呢，来我就不和再包方子，不是方来比来方子啊。可不像你这样嘛无所谓的，来弄错了，方来还无所谓。军都娘娘脾气好盛，你不大肯承认自家错误，都哪办法？来日出口嘛，像今朝我有心带去的来。那么我来我就把一个梅子叫那来梅当那鸡梅春口，本人家我让娘娘体谅的，今日嘛我叫龙江西，这里带着你来梅你哈不是一，那么方来不来，听见王林刚文西走来，已经靠我的不得了。而是听见说文西走过了走来，靠我的了不得，恨不得我自家耳朵跟我来，望着那王林之廊下一听，那话对到我讲，我来不及听着。现在娘娘还是讲来妹嘛，一个人云里屋里向等人着，睡觉没法睡。别让个被欧掉妈娘姨好哪是能嘛？妹子啊，这样上去担心呢。哪天你说的？
这能解放姑娘子啊？我就说你，外头来个是的男官，哎，三品大来呀，现在要叫你文夫人在。哦，文夫人咋？是呀。哎呀，恭喜文夫人！恭喜文夫人！恭喜文夫人！文夫人！通通举目放来个只凳子浪向，反是样受得了。人轰上人立起来呀，吹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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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。哎呀，妹子啊！啊这样。文夫人大嘴特在。有啥生不该？你那啥个刮鼻个家？哦哟，这个头把看完。刮开个头哇！哎，去了吧，去了。走，去了。我方来是哪位人？俺能够8岁走了，手就从容遇上了，可是皮头一扎不干，从这哈一走2时，跟娘娘跪着王你们，是我在里向去回退身衣裳，那不是一天浪向等，来到外头去要当个报亲，亲本岁不是一天相见，如正大娘娘吩咐王令到外头来亲本岁，这是个方案，一个屁人，嘚。奔到房间里，从房门当一关，咕嘟一手，手带上衣那么心，别，天狗不得，面孔上你来了，想不到，不连口头分不吃的，总说良心好，天不白，分析总是过了走来着。可是我3品夫人啥讲着，娘娘还是个来面，这样妹子都没在喊我文夫人。那么我糯米金子来找看，来面嘛这样文夫人有个阴的，糯米青龙军过来一站了哟，自家面孔红起红到头颈里的来，裤子一声了，他想他这样，哎呀！本身给他围住来，甚至是一个童儿。龙马先生亲自背到好毛头学，可是非晓得，分太高兴了。但是现在走着过了走来着，那个世界上拍毛皮的人不止句话，这美人的人是真错在对量。非文心登了外说口口没好，太子王高兴啊！哎呀，文心太子高兴嘛，我文夫人帮他讲来那谁没得走啊！可是我每次老想哪落得落着，我放来让做你的本事呀，来给他围住来做啥我晓得，也想问娘娘太为可找毛说问去，那么介绍来本事，倘使来唔良心，太子高兴要说，觉得我等了娘娘不必3言2语，抽得娘娘可找毛说问去，说不来口难过啊，走的人讲，哎呀。这一想呢，我非常哈是样，你安太高兴，分太高兴，我分晓得了。这个，当然是去门里看，哟，一姑娘高子，去门里，安太高兴，分太高兴，嘛门不出去，哎呀，哪位人？这一想嘛，唔说哪位人，我搭文戏的事体又不是私密个啥，是大娘娘的旨意，那是所以啥？哪位人么这一些些话，夫人也就一时得了哇。对，想到个让青中心一方，你起身来，门手记得嘎噔，门一开，大胆啊，是呢。大嘴，听皇帝说，本身让坐听了。我随着俺出去，经过娘娘王厅，把阿家妹子看句子，哪位人？放来等了白龙里向，对茶出着。直到给他昨天闭门闭门，升起来的。想娘来张看，从里拿鸡毛带着一边吃了个玩意，那我就从桌上去当张给，对个。从门缝里望着里向张进去一口嘛，哎呦，粉碎的出去辰光打得像样子，身配一个2丈多，就当快要是像一个胡子样。面孔黑长长，各种黑得不耐看，各种黑得有光彩呀。长得起劲来了，啊，可不是像王林出来的。
乡亲们，老爷百姓听相见。乡亲们，老爷啊！方来长得气劲的，让听见哗哗哗是个声音上人家，对外过来是一口嘛。哎呀，皇帝出来着，不然皇帝口见正我让长李官夫人，可是内外人物，还是得不一不吧？那么结婚头子，一直都让母去，连奴说闭门，呀呀走，口浪头忙着闭门背一步，不晓得方来啊。那头么不弄着，身体在那外事，你哪是呀？像我不口见的嘛，那种还不口见我，那么上次肚子，牙齿都没个头，脸手不弄着。跟王林年纪大的，跟个眼睛不大扁当的，一大路过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乡亲们老爷，乡亲。上年要进去那忘记这个屁股了，啊！像不外国有是像一屁股了忘记他，你们不可能的啊！哦，他们看出来，上人放了。要等到我们来大理为官夫小夫妻对待，听见我声音嘛，内外头多个头塞了门背手背弄了孩子。哎呀，王林想可里向我上阴这个。可我里都冲散他啊，老老实实样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介绍外进去的，回到大厅上向书包里高的身体手定了，纸花地上一场，两只手去过那个纸花地上，耳朵过那水杯上，闭目养神嘛，放不一目，两都对来啊！方来常常来听见哗哗哗哗哗哗这个声音，这样人的声波比是声响这个。还有啥不忙那别口劲的哇？你这一听个声音嘛，往里向去着，耶，那么头一头过来，在里向一忙嘛，这口就往里手了，大厅上向闭目养神。方来有什么？你口劲我，上去什啊？放一幕，让你小夫妻帮帮头，像这个老那么真嗨，嘿嘿，不忙呢，我到100岁，出去吧。没，非我随着他出去，西桥文戏百姓在指我，可是我常常宣布啊，这个啥？让来多一个灾后，让你咕哒咕哒，我说有人要进来，那么放来去拿手门弄过去了，一些开了一些关，个文戏朗登王陵，收了了。斤很多斤，公众11斤，你恨得自家不认得自家，个父老是谁贵？哎，现在听见门，你哪来？你风啊不，哪会得一啦？一口嘛，哦，不来着，啥个部门搞支部？你不记得凤阳部来一回？看见方来出来的本性心定切真，方来分讲是个假子男人的给他不会出来的。耶，我本性为出来用现在闲话讲起来，对你不够兴趣，不会出来，会出来的切真的非得分讲男人出来耍情况下的。这个叫人帮后了后帮人呀，张婆我里边特子高些的不灵性，一定来问我，俺特高些分特高些，这本身不泥功夫周当上下下来，啥个门槛不懂，那个心这听着，哎，晓得的分讲人，口里打出来吧，要进枪上一步啊，谁上来加油？啊，翻哟，翻姑娘啦，咦，跟俺家人上街打的，这个头头叫做一定出来，擦车子呢放那里，跟粉丝带的服役，要请打上来叫人啊，翻等一等，哎呀，我叫你放上。
我到底是未婚夫妻，现在我各自过了为主来着，耍个称呼啊，来个偷当，所以等一等。方来是有意的，听起来方你马上问，那是个方我都把一个来字，拿我的名字来讲，根本我唔啥客气，问我就把一个谁。我发来来问谁，我的来动儿，路在上白搭子让大家差不多。那一个带住我，叫我上公呀，那么我带住上来，叫你上来呀，本来呀。凭良心讲嘛，搿种高主该是蛮难改的。你叫啥人啊都肯吃亏呀？哎，那个男人莫过点没就把你龙虎吃嘛哈这个，你要等不娘了嘞。方姑娘亲手，本来已亲手，大家身体受的。本先想现在我决定着，哎，这次上有的，哪里要来接着？出来没人问我，安排高三分派高三，口里拿门法，做了异性啊，口口扬哎，价值观哎，不像。方来让走你的呀，我们那哈门，还说开门见山，你安排高三了。可是到底一个姑娘告诉哪位人啊？你做女的不女子，好的那文字也是聪明人。那么今朝我被一个妖媚的妇来搭搭。啊，本来方姑娘，三君恩为大道，一夕举世想当初。家龙之日谁祝福？哟，真是为来一位妹丈夫。哦，是，听你唔对那念四句，搿像大是通俗的人啊。现在跟人比巴道，依然就是想当初家龙之始终佛，搿个三句呢，13才把你塞到屋里，拿得不要紧，再要紧就杀了一句，今日回来一位妹对了，留来丈夫，那个丈夫是双关语，大丈夫还是这样哦，今朝大丈夫就来着，丈夫跟男人丈夫还是个两字，今朝我放了男人就来着，丈夫就在丈夫，那么可能承认大丈夫呢，为什么男人丈夫？像那门开的真的好啊！啊，哦，说明是把我们内外人有的有就要美，趁内心那么再下我说一声，为让和为来了，那么来还定心，不是让便当啊！我这次上有菜，今朝呢，当然履历，那4句我不出现3句，跟那双关门我不个2关不能达到。大高不能女人比他。方姑娘，本来路追天涯欲送你，别来待人一心里。三日风霜精神足，只怕你君不归家，心事天。哎呦，还是4句，前头3句是后头，再押进来了阿妹句了。只怕你君不归家，心事天。东江知人的知是上个笑话，还是在东江福州让上心事。男人夫子的知还是上笑话，还是在男人福州来让上心事。那么那为是东江知人的知呢，或是承认我男人夫子的知呀？哦哟，耍本身出去这8年，现在变得话就有在。我让你背他，你按他高兴，分他高兴，我神去分析的啊！哎，我今朝被俺门前上去了，肯进去的了。刚把我听，我最是以后的声音，娘娘微信注意怕人来寻我已经离开这手机。你呢，还一直要让千机。再提是什么一句？叫终日推戴来失意，你千机我地地哭哭，但是你这个哭，眼里只好推不带的。
因为我到底非婚夫妻呀，你觉得那完了可不还是哪位人？周家终日推戴，我爱的戴他621，跟爱的衣裳也舍得了，不知出他几户爱里。随便那喊他喊了，二他高些，分他高些，不讲不来听，嘿嘿，看来哪门得出去？都是放狗娘，放来得的妈妈小了非难讲，那分他高些嘛，我就没考我去。哎呀，搿种闲话我去说里做啥去？连他二他高些，分他高些，别门清爽。啊，我来呀！是。中为了手浪向了，还是得怕人，去哪里走得来呢？哦，离开才人被细雨，你当沿着走门里，一人手那还有白猪嘞，花的是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本事晓得嘞啊！那姑娘告诉搞这个点年纪是为的哪位人啊不懂？各位是刚刚上回了2回好不相的，那是开门见山包卷弄起来去。那也是吃黑黑嘛，今朝雨心要哈哈的，打来溜溜也吃包子。夜光分。呀，神仙大家心情开心。关姑娘，本来说问我的夫人，说到我的夫人们的去2杀之旅，忙着门外位置。喏，放来这个一行飞龙血口呀！我的夫人喏，我的背3个字来夸子。哎呀，那个妇人来夸着我，妇人是要把他讲着我，这头风的眼睛上烫那么头就这样吸我一个人立直起来这样，那哈，当心点，当心点，当心点，跟人家立直起来了，搿不当朋友一讲人家谁了浪子了，推背不起，本身，喏，往外头指示一指，你混了得混了，那围住来这对个圈子，不收手，好了。一个灵飞身，去2杀岁的忙着你不对浪地上去，弄的夫人赛出力，地了不收手为走2周呀，吹！本期用会大致结束。好，刚才我们收看的是王柏英和高美玲双档弹唱的《文学荣归》。那收看之后啊，我想大家都会有同感。王柏英先生的这个风度气质啊，真是一流的。那么你以后呢，如果再播放王老师的节目，你才可以察觉到王柏英先生的精神面貌的一流。那么这世上目前呢，恐怕是时代上年龄最高的一位著名演员。如果他呢看到以后呢，会感觉到一个风采依旧。没错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。下周同样时间，第26期的名家名篇，我们将请您欣赏的是张振华、庄凤珠弹词专辑。好，下周我们再见。观众朋友，再会。